友大家好，咱开始要来讨论的一个主题啊，咱讲咱爱为这个政治学内面啊，政治的制度，就是你看有的迄个部分开始来讨论。啊，看有的这个政治的制度的，啊，你看有的部分上大的就是这个国家啦。啊，国家，咱这个名词大家定拢会听到，但是到底啥物叫做国家呢？国家是啥呢？大家啊，心内敢有一个答案呢？你可能会想讲国家就像讲美国、英国啊，嘛是一个国家。啊，过来就是较敏感的问题啊，就是讲咱台湾敢是一个国家？有人就讲恁台湾毋是国家，有人讲伊是国家，但是伊名叫做中华民国。啊，但是这个中华民国，若是照其他人咧讲，迄国际上啊，敢若可能10外个国家甲你信任。啊，中华民国敢是一个国家？阁有最近咱有看到这个278诶，这个联合国的解说诶，这个议案提出。其他的国家来讲，这个2758啊，伊是单纯的处理中国代表权啊，即马是由这个阿强啊，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去代表中国 China 的这个国家。那安尼中华民国算啥呢？有人就讲中华民国就毋是国家，咱台湾人也未有家己的国家，咱要来建立咱家己的国家。所以啦，咱其实国家这个名词听起来是真简单，但是咱实际上生活当中啊，咱看足侪物件，尤其是咱做一个台湾人啊，这个概念啊，实在讲起来啊，也阁有足侪无清楚的所在，所以咱配合着咱的顶一回啊，有甲大家讲，咱有配合一本参考册叫做《政治学甲台湾政治》嘛。你若是要参考啊，会使去看迄本册第4章的部分，也伫咧讨论国家甲民族。但是啦，你若是无买册基本上毋免为着即章啊来去买，因为伊咧讨论国家甲民族啊，基本上抑阁是伫即个中华民国的概念下面来去讨论。实际上啊，无法度将即个国家的概念讨论甲真清楚啦。有淡薄仔可惜无法度，因为咱即马现在规个学科学界啊，基本上拢是嵌伫即个中华民国的挂下面嘛。无要紧，咱着为政治学以学科的本心来去讨论国家的即个概念，来甲大家咧做一个分享。好，咱就来开始解说讲，伫政治学内面啊，国家是啥物件啦？国家就是一个概念，伊是啥物款的概念呢？就是伫即个一定的范围内面，有一群人伫遐共同来生活。即群人伫即个土地即个范围内面，因为因家己的组织。透过即个组织来去决定用即个社群要安怎来去运作基本上这就是国家上一开始的概念就是安尼。所以咧伊就是一个权力的机关权力的即个行为者所以伫即个社群内面的人因共同要安怎来去做生活因共同的即个资源要安怎来去做分配。咱头一回毋是有讲到讲，咱政治就是权力甲资源的分配嘛？所以是谁来决定即个权力甲资源的分配，也就是透过国家的即个形体国家的即个制度即套制度来去运作，这就是国家一开始的概念。你若是看即个政治学内面的定义伊讲国家是一个伫特定的领域内面有一群人共同来去生活，即群人的授权互国家，所以即个国家是合法暴力会使去行使即个国家的暴力，也就是讲，你像讲有人犯法，会使甲关，会使甲安怎即个拢是一般人无法度做的。你若是做，你就犯法嘛。也就是讲，你要甲人关，你要限制别人的自由。一般人是无法度的，若是每一个人拢会使安尼，咱社会就乱嘛。所以即马就是敢若国家有即个权力，你讲是安怎？伊国家有即个权力，咱授权互伊讲敢若国家会使有即个权力一般的人袂使有所以咧，你若是一般的人之间发生冲突就是请国家用伊的司法的制度，用伊的公的权力来去咧协助处理即寡社会问题伫遮呢，伊嘛有即个公共资源运用的权利，所以伊会使甲你扣税嘛来去决定讲即个税金要安怎来去做使用，要安怎来去投入到咱的公共的服务内面好，所以咧这就是国家的定义过来伊就是用伊的公的权利甲伊的公的资源来去
维持社会稳定甲市场的即个运作啊，这嘛是国家的会使做的代志。啊，你讲好啊，咱差不多知影讲国家的即个定义，国家是啥物件？啊，要成做一个国家，有啥物款的条件呢？有啥物款的要素呢？就是讲，咱台湾有人讲，你即马也毋是一个国家，啊，咱若是要建立咱家己的国家，咱头代先嘛爱先知影讲，啥物款会使成做一个国家呢？一般咱政治学，像恁高中咧读的时阵啊，伫咧即个公民教育，应该拢有讲到讲，国家有4个要素，就是领土啊、人民、政府甲主权。领土啊，包括着讲咱的土地、领土嘛，啊，搁有咧，即个伊的即个领空甲领海啊3个部分。啊，你若是无海国家，因着干若是领土甲即个领空尔。好，啊，这是啥物意思？就是伫即个范围内面啊，其他的国家无法度来凊彩啊，来去打入你的家门，就是即个意思。所以你有法度来去控制即个范围，互恁即个社群来去控制掉诶，这就是领土诶概念。过来咱拄则有讲即个社群嘛，内底爱住人啊，无住人，迄就是一寡其他野兽咧控制嘛。所以有住人诶所在，即个人嘛真重要，就是人民诶即个概念。人民就是住伫领土内面有公民权诶即阵人，啊，因即阵人所组成诶即个社群啊，因负担因诶义务。啊，嘛有因的权利啊，来去运作因共同的生活，看要哪来去处理，要哪来去分配因即个社群内面的权利甲资源，这就是人民的概念。啊，佫讲较侪就是即个人民啊，要哪来去认定，有诶就是讲恁老爸老母，若是即个国家的人啊，你生出来囡仔呢，着对因老爸也是老母啊，来去成做即个国家的人。啊，有诶是看土地，就是讲，毋管恁老爸老母是啥物款的国家的人。你只要伫我诶领土内面出世，你就算我即个国家诶人，拢有。啊，美国即马就想讲要来将这改掉嘛，无即马一堆外国人拢走去美国来生囝嘛，互因囝因诶即个祖囝会使变做美国人啊。因美国政府即马即个 Donald Trump 因就想讲安尼袂使啊，凊彩拢来做美国人安尼袂使，所以咧，这就是会使为人民即个要素，会使甲大家做一个讨论。过来就是政府啦，政府就是一个机关啊。咱讲国家要做足侪代志嘛，啊，透过啥物物件来做咧？就是透过即个政府，所以政府啊，就是一个政治的权力诶，即个机关啊，会使去制定啊制度啊，制定政策。啊嘛，去执行即个政策，甲依伫即个社会甲市场的运作，所以咱方方面面拢需要即个政府来帮阮处理。所以即个政府的运作嘛，变成一个学科，就叫做行政学，来去研究讲政府要哪来去运作，较有效率。最后就是主权啊，主权上简单讲，就是对领土内面上悬的权力，啊，对外咧是独立的。对内面上悬就是伫即个国家内面，即个主权就主权嘛，主就是上悬的嘛，所以无其他的权力会使来去挑战即个主权啊。啊，这主权呢，咱伫民主的国家就讲主权伫人民的手头顶，也就是人民有即个主权，所以咱是人民是主权者，啊，咱授权互国家互政府来去代替咱处理咱的公共的事务。所以，但是这个主权是伫人民的手头顶，咱透过选举等等的制度来去授权互这个国家。好，这是主权对内面伊有上悬的权力，所以国家的公权力嘛是为遮来的，伊对内面上悬啊，对外的独立，袂去受到其他国家的插手啊，就是讲其他国家无法度来去控制你啊。你若是有法度对外去互其他国家控制，像这个咖喱红仔共款。你就毋是独立的嘛，你就是受到别人的影响。啊，所以这主权的意思就是讲对内面上权，对外面独立，袂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这就是咱一般咧讲到国家的4个要素：领土、人民、政府、主权。啊，咱讲咱台湾的现在咧，基本上咱有咱的这个领土嘛，台湾甲澎湖即个土地啊，咱。即个土地顶悬的人民，咱做伙踮遮咧生活，咱嘛有家己的政府。虽然即马是叫做中华民国的实民政府啦，但是有完受即个制度一个机关的运作嘛。啊，最后就是这个主权啊，就是讲即个主权呢，到底要怎来去做定义？这就是甲即个宪法有关哦。咱后壁有咧讨论即个宪法的部分。
但是即马即个中华民国宪法上研究的所在，就是虽然中华民国宪法伊是伫台湾即个土地来去运作，但是咧制定即个宪法的时阵并无台湾人民的参与呢，实际上的参与呢，所以这就是真奇怪，因为即个宪法伊是来去规范讲即个国家的主权要安怎来去做使用嘛。虽然现在宪主是上大一个爱去处理的问题，就是即个宪法的问题，咱台湾应该爱有咱家己来去展现着咱台湾澎湖地区的人民的意志的即个宪法。透过即个新的宪法来去展现咱土地顶悬人民的意志，来去分配着咱的资源甲权力，来去建立咱家己的政府，咱安尼台湾才有法度成做一个独立的国家。你讲即马即个中华民国就是真爱叫，因为伊无伊的正当性嘛。你讲伊有即个宪法，但是伊上根本的即个中华民国政府来建立的上根本的即个宪法，伊其实制定的时阵是无台湾人民甲澎湖的即个土地人民的实际上的参与嘛？你去看即个历史就是安尼嘛。所以即马变做是一个足奇怪的状况，嘛去产生着咱看着政治甲社会足侪纷纷扰扰，基本上拢是为遮来的。所以咱台湾要来去建立咱家己的国家，基本上头前3项。拢会使处理，拢诚好处理啦。就是最后即个主权，咱台湾人爱展现咱的意志来去了解讲，若是咱是主权者，咱就爱展现咱做一个主权者的即个态度，咱爱建立咱家己的宪政的制度，来去展现咱台湾人民要安怎来去看待咱共同生活即个社群要安怎来去运作，咱要往什么款的未来来去做一个发展透过新的宪法来去安排这一切的运作，安尼才有法度行出一条新的国家路。好，这是讲较侪啦。最后咧就是讲这个国家有啥物款的功能的主要有几种啦。第一种就是甲这个警卫同款，啥物叫做警卫呢？就是像恁大楼骹咧过门迄个警卫先生同款伊的伊即款的观点伊就想讲国家权力莫伤大，国家细就好，就是莫收伤侪即个税金就扣一淡薄仔钱嘛，做淡薄仔代志就好，管伤侪去侵犯着咱的人权嘛。所以你就是维持社会甲市场的运作有人犯法你家己其他的莫做伤侪甲即个相对的，就是福利的国家即款就是有诚侪社会福利来去推出包括着讲咧教育老人的照顾啦生囝啦读书啥物款的物件，国家拢有足侪款的补助，有足侪社会福利就对这就是福利的国家。但是这就是安怎咧？你爱扣较侪税金啦你讲对一款较好咧？无讲对一款一定好，就是看你即个政治的社群选择要对一款的国家。佫有一个叫做发展型的国家，主要是咧讲咱东亚日本韩国台湾伫过去较威权的即个时期，国家家己跳入去市场内面来去带领市场，带领即个企业来去做投资啦，来去提升咱国家的竞争力等等的，这就是发展型的国家，就是即个国家要来拼经济即种因为伊国家带头要来拼经济嘛，所以伊就无法度讲拢摕伫边所以伊定定嘛是一个较威权、较强势国家的形态，就是安尼好咱这就是咱会使为即个国家来参大家做一个讨论你若是咧读即个政治哲学的部分你嘛会去解说讲国家是为倒位来的，包括 Aristotle 伊的观点Hobbes Locke 即个 Russell 因拢有因家己的观点咧思考着讲国家是安怎来的。毋过迄个部分我是感觉淡薄仔较无聊啦，所以淡遮咧就是甲你讲有即件代志伫迄本册内面你若有兴趣，你家己去册店来选就好。好，以上就是国家即个概念的定义甲国家到底有啥物款的要素，甲国家到底会使替咱做啥物物件，有啥物款的功能。好，安尼解说清楚了后，咱后一个单元就要来
进一步讨论人民的这个主题。什么叫做人民这个主题呢？就是有一个概念叫做民族。到底什么叫做民族呢？咱后一回来继续来甲大家做一个讨论。